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脫單自行研究所。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牧羊啦。今日咧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或者大家都經歷過嘅故事，就係愛得太卑微嘅時候，可能最後會輸到一無所有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愛一個人，愛到冇晒自己呢？會為佢改變，為佢妥協，為佢放低所有原則，為佢忍受一切嘅委屈。明明知道咧都係唔公平嘅，明明都知道自己會唔開心嘅，但係你會話冇所謂啦，只要佢仲喺我身邊就得啦。結果咧，你以為咁樣就可以獲得愛，但係最後換嚟嘅只有心碎。你有冇發現呢？真正痛苦嘅唔係分開，而係愛得好唔值得啊！分手咧固然會痛啦，但係最痛嘅係當你望返過去嘅時候，發現自己曾經付出咗咁多，但係對方從來都冇珍惜過。或者你唔係輸畀第三者，而亦都唔係輸畀距離，而係輸畀自己啊！輸畀自己愛得太卑微，佢對你忽冷忽熱，你總係會揾藉口幫佢解釋。佢從來冇畀安全感你會話，可能係我要求太多啫。佢開始嫌棄你，話你煩，話你唔夠好，而你會開始懷疑自己係咪我真係做錯咗？你唔捨得去放手，但係從來冇諗過佢有冇想捉住你？你以為愛一個人就要包容一切，但係有冇諗過佢有冇包容過你啊？你有冇發現你愛佢就會愛得越小心翼翼，又會驚佢嬲，驚佢走，驚佢嫌棄，所以你唔敢再講自己真正嘅感受。但係愛從來唔應該係咁嘅，愛一個人應該係舒服，應該係雙向，而唔係單方面嘅犧牲。如果一段關係咧要靠你不停咁委屈自己先可以維持到咧，咁其實已經唔值得再維持啦。因為咧真正你愛嘅人咧係會珍惜你啦，保護你啦，尊重你啦，而唔係等你不停嘅退讓，不停嘅消磨自己，最後愛到冇晒靈魂。你為佢變得更加好，定係為佢變得更加卑微呢？你有冇諗過，當你愛上佢嘅時候，你好似已經唔係以前自己嘅你啊？但問題係，你係變得更加好啊，定係變得更加卑微呢？真正一段健康嘅愛情，其實係會令你變得更加自信、更加開心、更加安全感。但係如果你愛一個人，只會令你不停去懷疑自己，令你唔敢做自己，令你覺得冇咗佢我就乜嘢都唔係啦。
咁其實，或者呢一段愛已經唔健康啦。而仲有一點呢，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，當你太愛一個人呢，對方就會覺得，反正都係理所當然㗎啦。但係最諷刺嘅係，當你愛得太深嘅時候，你付出嘅所有，對方反而覺得係理所當然。佢開始唔再珍惜你，開始對你忽略，會覺得，反正你都等我嘅，因為佢知道，就算你點樣對佢，佢點樣對你，你都唔會離開。但係愛從來都唔係咁樣㗎，真係愛你嘅人呢，會因為你對佢好而更加珍惜你。佢唔愛你嘅人呢，當你付出嘅時候，只會係一個負擔。去到最後呢，想各位聽眾，仲有聽緊嘅你講，如果你覺得自己愛得太卑微嘅時候呢，請你記住，愛情應該係雙向嘅，而唔係一個人無條件咁付出。愛一個人呢，唔應該令你失去自己，而係應該令你變得更加好。如果你發現你自己愛到冇晒自我，愛到連自己都有啲心痛，愛到明知對方唔值得，都唔捨得走嘅時候，咁你就問自己啦，究竟你係仲愛佢啊，定係唔捨得咁多年嘅付出呢？愛情唔係靠犧牲去換，而係靠價值去吸引。如果段嘅關係呢，要靠你不停降低自己先可以維持到，咁其實你已經輸咗啦。最後都想各位聽眾講一句說話，就係其實你係值得擁有更加好嘅，但係前提係你識得好好愛自己。好啦。咁我哋今日呢個節目就差唔多啦。如果你都有戀愛煩惱，歡迎 DM 或者留言投稿你嘅愛情故事，我會為你一一拆解。同埋記得 follow 同埋訂閱呢個香港脫單智能研究所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晚安，拜拜。